哦，OK，哎呀，我摕只杯啊。Giờ bữa gặp. 刷落来要读1647年10月20日2天。风甲天气如同昨昏。早起变过迄阵 ，Koenig van Pollen 号完全准备好会当出航去，并且去停伫海楼顶。下晡伫个议会呢来读要送去保达维亚的物件，并且来签名，会含变过迄阵 Patient 号甲 Koenig van Pollen 号的主管来施行。以便因明仔载会当离开遮，直接航往巴达维亚，愿上帝保庇。入夜进前的约2点钟，变做迄阵 ，Valk 号含队长皮特本对淡水含鸡人转来台湾遮啦吼。日咱遮写遮啦吼，学了上帝，并且带来一张下释上员 Anthony Plockoid 的批，数期是本个月15号。对这张批以及上述队长的一个口头报告，阮知影讲迄边的情形大致是良好。Victoria 院堡的修复甲其他的建筑以及其他工作，拢按照指令和现况来进行。也知影讲所收集到的即个涂炭以及鸡人的石头，拢已经分装到2只船里，就是 Witwatersrand 号和 Waterhound 号。其中 Valk 号将会伫本个月18号对遐出航，伫即个 Waterhound 号也随后会群岛出航，对该区降雪的宽免，互当地居民大减欣慰。对总督 Cornelis van der Laan 阁下的宣誓效忠，伫个迄2个地方的公司人员拢遵行宣誓咯。关系到米淡水的主管相信讲，今年将会当自给有余啊吼，就是家己有法度通供应家己啊。而且还阁会当供应北荷兰的需要吼。10月22号。规工特别是昨昏，狂风大作吼，而且五厘下雨，而且有时也会落雨啦吼。因此呢，变做迄阵 Koenig van Pollen 号无法度出港，其他也无船只会当出港。早起看见港外除了变做迄阵 Patient 号以外，还阁有一只快艇停伫遐，又讲迄是快艇 Waterhound 号。下晡风大来平息咯，阮真意外来看到变做迄阵 Patient 号对个北平沙洲区海上航去，完全无做任何的信号，继续驶出阮的世界，互预定要坐船的带着要送往巴达维亚物件的上级上员 Cornelis Caesar 和其他几个人遗留踮咧厝地的录像，放阮鸟就对了。10月23，天气袂歹，但是即个港道和海上还是真即个影真大啦吼。等下啊，清一下。清一下若好。
一直偏阴足重。10月23天气袂歹，但是即个港岛含海上应真大风，大部分是对南方吹来。上午对海保海保接到消息讲，海保是啥物所在啊？毋知消息讲，昨昏下晡有一寡物件对海上浮到即个岸起来浮到即个岸起来，就是讲有一个装过油的桶仔，一个好药桶，一个骨链滑轮一支桨要安怎讲？等下我查一下就讲滑轮嘛是会使读骨轮桨应该是桨吧。桨读做桨、桨、拢会使桨、桨含即个桨装桨装迄个桨，桨装迄个桨其实嘛是会使读桨拢会使。我查一下奖状即个奖嘛是读做奖，但是伊竟然无收奖但是我捌听人读奖装奖装、奖装捌听过啦奖无奖无奖。我来查一下，到底偌少点敢有收？为虾米我知？因为我拄则信网的迄个资料我着用奖来找的，伊就有收嘛。歹势 ，CHRUNN。但是伊嘛是敢若收奖绩、奖费、奖金、奖励、奖赏奇怪。好啦，即个你各船啊，即个奖奖啥奖拢会使一支奖就是即马铺开即个岸顶的物件有来搁读个一个装油的桶一个好药桶一个骨轮，一支桨，一个目枪的箱一个炮架，2只石刀，甲3个装青即个新鲜的水的即个茶桶、木桶哇，这毋是好消息看了即寡物件。接到即个消息，随派快艇 Dromedaries 号的船长带一个助理甲几个士兵去北线尾，去沿着迄边的海岸详细查看，看是毋是会当真紧来查出有船失事的即个情形啦伊是写迹象迹象，但是安尼较怪怪看是毋是有船失事的即个情形，或者是会当听到讲看有啥物相关的消息。要暗暗呢，对阮的领港船对港外所查来的消息，知影讲昨昏来到港外的迄只是快艇 Waterhound 号，
昨昏和今仔日伫个该快艇边仔漂流着各种船难的即种影者，含即寡材料吼，伫昨昏和今仔日啦吼，拢有即物件吼。伫迄以前，迄只病毒迄阵拍旋伫河有飘过上水的快艇，就失落伊的2个鼎，航往海上去吼。就是即个飘过的即寡物件吼，啥物有内底有一个装着荷兰物件的盒仔，吼，一个炮架，甲10的即个桅杆。日头落去了后无偌久，阁有另外一只船对北方来港外，伫迄只快艇 Waterhound 河边仔来停泊，是一只病毒的船。有一只篷船对北部的淡水来遮入港，坐27个人，载来225领水陆坡，256担沉，300担的硫磺，甲200刀的米。即个今仔日无消息吼，咱看明仔载是毋是有迄只船难的消息？10月24号，好天透北风，上午对鹿耳门接到消息讲，伫迄边的海岸发现3个空的堆钱的箱仔，就是日本的即个钱箱银箱吼。一个人的尸体有2个装着日本酒的即个暹罗罐仔，甲几支即个日本扫帚吼，日本扫帚。摇落伫个中昼的时阵，病毒迄阵 Junker 号的即个普济员核实总管以及13个水手对鹿耳门来到遮，报告讲，迄只病毒的船是伫个本国月21号暗时头帮港5个沙漏，就是头一帮即个值班的啦吼，徛哨的头帮港5个沙漏吼，即是咧讲时间啦吼，暗时头帮港5个沙漏，伫个芒港的沙洲遇难吼。芒港的沙洲去遇难吼，即个应该是有吧？有还是牛啊？录音无？无拄好阁深入去。牛吼，甘义练收牛。无张伫上会就叫做牛吼，见着路年3拄着5然季节吼，3牛吼，就是3拄啦吼。我看大理大词典即字是安怎读？牛吼，牛拄。哦，好 ，OK。无一定爱有即个录音啦吼，我无拄好甲即个，无拄好甲日记关掉，我即摆阁重开吼。有时我毋知怎会开袂起来。好，加载即摆开起来。日记伫倒？即个日记资料库吼，讲实在内底真侪日记，我拢足有兴趣读的。1647年10月拄
也是24号的款。好，来24号吼，咱继续看。约洛中岛的时阵，边队船蒋克号的补给员何习总管甲13个水手对鹿耳门来到遮。报告讲，该边队船是本个月21号暗时头帮公务的沙漏伫网港的沙洲遇难，是本个月14号载着75箱银甲数百箱铜该当边队船 Whitpear 号航离那加萨基的。该边队船 Pear 号，根据因咧讲啦吼，伫因头前，就是伫蒋克号遇难以前吼，或者学遇难的即只啦，海难的即只吼，叫做蒋克号吼 ，JONCKE 啊，已经驶入海上吼，就是倒后壁迄只船讲啦，讲伊头前就已经驶入去海上，因看伊已经驶入海上，因此就相信讲已经平安吼。驶过台湾去咯。上述补给员即间会当甲阮讲，因伫咧19号有看见佛罗摩萨岛，对迄时起海上就大部分日透即个强风，船顶全部70个人。伊敢若知影有15个人生存上岸，其中有几个人受伤，70个人敢若15个人活吼，另外55个毋知人去啊吼。其中有几个人受伤，阮听到即个可悲的消息，水派商务员 Edward Ox Brabis， 该当一个下设商务员、一个助理甲一个士官，带领6个士兵去鹿耳门，去看讲是毋是会当对迄只遭难的船来抢救货物甲人员，并且踮遐来指挥抢救的工作。下晡停泊伫咧港外迄2只船，拢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前来停，就是快艇 Waterhound 甲边队船 Swartenberg， 是昨昏来到遮。本个月17号该当边队船 Campen 号甲 Burkhardt 号航离那加萨基，载着70箱银甲约1500箱的铜来。上述的边队船的主管讲，就是叫坎片号的主管吼，讲因伫咧来到即个岸边以前的几工，特别是伫本个月21号海上透起因几年来从来毋捌看见的强烈的暴风，极度的危险。10月24号啊吼，今日11月啊吼，搁风台的款吼。因差一点伫咧。我记得敢若旧年嘛是伫咧足晏，敢若要到11号，要到11月，敢若阁有风台，我记得吼。因差一点伫咧偏湖北边的沙洲来遇难，后来总算会当平安转来到遮，我罗上帝，互人真惊吓。你以后讲另外迄2只边队船，如果若无传来啥物歹消息，应该嘛已经航越台湾过去啊，吼，就是即个驶过台湾去啊，吼。对 William Verstegen 阁下交上述边队船送来互阮的2张批的抄本，是次期本个月12号甲17号。阮知影讲，公司今年伫咧迄边的贸易销售的情形袂歹。有关贸易的详情以及公司伫咧该国的状况，写伫咧交互 Whitpear 号和蒋克号所载来要互阮的物件顶。即寡物件如上述原因，阮到当也要看着吼，毋知伫海上倒会咧漂流啊吼。所以呢，阮伫咧佛罗摩萨议会呢，就决议。有鉴伫阮的船只，如顶头所讲的迄寡状况，其中蒋克号和 Whitpear 号所载来43万外毫吨的即个货物，此外坎片号和 Burkhardt 号甲比尔号还阁装有空白无写，毋知偌济毫吨的货物。
所以要随安排一只优良的篷船吼，派一个现在停伫咧即个岸边的船的船长，一个下设上务员，一个士官，甲12个士兵，甲12个水手吼。伫咧明仔早起，透早就出航前往澎湖，要去迄边各岛屿吼，各航线来详细看，看讲是毋是有会当看着阮的船吼。万一若有船遇难，就爱按照互因的指令吼，为公司来尽上大的努力。要暗仔时阵，上务员 Edward Ox Brabis 解动 Dromedaries 号的船长，甲其他甲含伊的几个即个同伴转来到即个城堡。迄个士官含迄寡士兵留伫咧鹿耳门，要一直要等到接到命令。因报告讲，伫咧迄个小岛叫做卡亚附近，有看见几块插头，其中有一只灵骨，吼，就是船的灵船骨吼，灵骨啦吼。有一只灵骨，船舱的两边吼，甲其他江客号所遭难的即种热象，就是迄种焚热吼。但是呢，伫咧迄个海边啊，无发现有啥物货物，或者是有啥物钱币吼、钱币吼。又搁因为比对迄阵 Konica Van Palen 号到呾还袂当出航前往巴达比亚，一方面也是为着要听候阮的船只前访的详细报道吼，所以命令该船留落来。因此呢，因暗写了一张批，要互总督阁下行党印陆议会用来简要来因报告，自从本9月21号此地所发生的代志。该比对船将会伫明仔早起，若是天气许可，再度试咧要出航前往巴达维亚。10月25，好天，风对东北方吹来，比对船 Konica Van Palen 号就趁着风来真紧出港，航往海上。根据昨昏的决议吼，要载几个荷兰人去澎湖的即只租用的篷船也出港，但是因为海涌真大，又搁有强风，所以就伫咧要暗仔来踅转转来港内。下晡，比对船 Valk 号来挖靠栈桥，要来落伊所载来即个涂炭甲鸡笼的石头。对迄只遇难的比对船 Junker 号，除了对留伫咧鹿耳门的迄个士官受到一寡漂浮伫咧遐含假牙的细项物件，就是有四只日本的细只办公桌啊，吼，2袋蜡，一桶酒，一桶燃油，甲一细桶的即个桐油啦，吼，应该是桐油。我查一下吼，即个铜吼，铜也是铜啦吼，我毋知影读对即种吼。桐油，我看伊内底规则内底拢写桐油、桐脂、桐油、桐脂油、桐油火、树的名吼，桐脂吼，桐油好，咱就读桐油。一细桶的桐油以外吼，就是捡着即款物件啦吼，无搁接到其他的消息。10月26，风甲天气如同昨昏，迄只要航往澎湖的篷船再次出港，并且驶出阮的世界。比对船比尔号来挖靠栈桥，要来落伊对日本所载来的货物。今仔日因为天气甲海涌已经开始平静落来，所以派将旗官 Jerry Cosman 带领10个士兵去假亚，要去严密看守海岸，以防其他人来护阮吼。阮希望还阁会当找回迄寡阮
下底有注卡写讲，阮是伫1647年10月24号伫网港沿岸坐对的迄只扁对船江口号所载来。安尼，这有写啦，这无必要写嘛，是知影吼。有一只篷船对丹角来遮入港，坐5个人，载来700片的即个茶帮，700袋的茶帮啦吼。10月27，好天风妖是对东北方吹来，早起看去港外西北方有一只船，下午该船就顺利入港停泊，是扁对船 Burkhunt 号，是本个月17号该当扁对船 Campion 号甲比尔号对Nagasaki 出航。然后伫咧24号，因为暴风地球需要真冒险来航往偏湖来停泊，昨暗才对偏湖出航来遮。再来55箱银甲真侪重。该船的主管伫咧偏湖附近的岛屿甲或者是其他的所在，拢无看见其他的船只的任何的即个痕迹吼，任何的即个迹象吼。你看，咱定定读偏湖，而且荷兰船去偏湖，咱行走骹咧吼，咱当做家己的港、家己的岛吼。读甲拢袂记咧讲偏湖原来是无算是荷兰人的伊的领地吼，这是偏湖是因是对偏湖去互赶出来吼。即个大清是意思讲，这偏湖是阮的岛吼，你袂使担遮。结果呢，因耍来台湾，我来感觉偏湖嘛根本就是荷兰管的吼。即个吼，昨昏载着荷兰人要去偏湖的迄两只篷船，第二次来翻转头转来港内，因为强风巨影无法度前进，坐该篷船要去偏湖的即个扁对船 Valk 号的船长甲阮讲，因昨昏捌看见伫咧假夜的西方遐。距离海岸约一里的所在，有一倒船的即个残骸，但是因为浅滩吼无法度去到遐详细去查看。为此呢，今仔日为着安尼啦吼，今仔日下晡派上级上副员 Edward Oxbridge 该当 Dromedaries 号的船长甲其他含几个水手去上述的假夜遐特地来检查。以便转来报告详细情形。10月28，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今仔日有几个新仔人的长老来见机长讲，因愿意以家己的费用来去付迄个扁对船江口号停落去海的银甲重，为着要鼓励因搁较乐意、搁较认真来去付吼，议会就答应因讲，若付着15箱每付着15箱银，因会当得到1箱吼；每付着10箱的铜，因会当得到3箱吼。15抽1，搁一个是10抽3吼，铜是可能较无简单嘛，10抽3，银15抽1吼。也决定，因为即个决议录所记载迄个理由安尼吼，本来要经由暹罗的扁对船，遮有即句，其实伊这写得无介清楚吼，加一字所以看无吼。本来奉要经由，即个奉伊是加一个奉，毋知啥物意思。本来奉要经由暹罗的扁对船 Swarton Bill 号，决定要尽量较紧来装船上班伫咧后个月12号吼，要派往巴达维亚。无论讲伫咧迄个期间是毋是有最后一帮船对日本来吼，因为对几个新仔人遐听讲有一只船停伫咧丹角后面遐，因此遂派2个即个民捷的士兵吼，民捷啦吼，民捷的士兵，应该读做民捷吼，我记得即个是读原音，民捷的士兵去遐来查看究竟。较顶一个啦吼，明明即个即马足接用的吼，
就接应嘛是共即字啊吼，就接应就是用伫咧即个接韵嘛吼。接韵读低音，所以应该本条读悬音吼，接着啊，接。另外一个音是赢，我毋知为虾米是赢吼。哦，赢这是迄个啦，混用字啦吼，意思就是什么输赢迄个赢啦吼，意思就是什么大捷什么胜利有无？迄个赢啦吼。但是其实应该是即个，你若就汉字来讲，应该是接，无白话音接加即个读字音接啦吼。好，随派2个闽浙的士兵去遐去查看究竟，吼，讲就是去打到后面遐来看迄只船到底是啥。队长彼得本开动一个下设上务员2个助理甲其他几个随从出发前往嘉义。即嘉义敢若是伫平湖附近的一粒岛，毋知倒是一粒岛吼。就是去嘉义要去遐要去起一间即个竹仔厝吼，确实来监督互阮甲互童的代志，并且要去下达需要的命令。切，除非是浅浅啊，无你若深是要安怎互？是讲你若较活陆地，可能袂介深啦吼。10月29，四时的天透北风，要暗啊。上设上务员 Edward Ox Travis 对卡亚转来遮，甲阮讲，因根据昨日所接到的消息，伫咧上述的小岛西边一小段距离的所在的海上有看见美队船江可号的残骸，但是因为海影真大，毋敢去接近吼。该船的残骸直到最近阁完全沉伫咧水下，毋知好有起来无？若无起来，阁有机会吼。10月30。温暖的天气，透北风，因为迄只租用要航往平湖的篷船出港偌久，就因为强风巨影，连续2斗来长射转来港内吼，因此今仔日来决定要派迄只大型港船代替迄只篷船航往平湖，去遐探听阮船只的消息。10月31，最后一天啊吼。风甲天气如同昨昏吼，10月底这几工自20几号开始，因为即个船难的消息，逐工拢有写吼。10月31号，风甲天气如同昨昏，伫迄船8号无用咧装糖。已经落完涂炭的迄个变底船 Valk 号，又搁去停伫咧海楼顶。11月搁开始浪港啊！11月1号、2号。好天，有下日的船只对遮出航前往几个所在，合计坐100个人，就是有3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再有490袋米、240袋切、216担树木、15担木药、28篮鹿肉、7篮大鱼、59袋又搁32担胡椒、11担乌糖甲2担的绿豆蔻。有一只篷船航往平湖，以及一只航往小琉球，拢敢若载地层物。有一只篷船对南部的淡水来遮入港，坐10个新仔人，载来13篮鱼、600尾的即个沙鱼、140担的茶，甲11罐的鱼油。11月3号、4号、5号，四时的好天。有一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坐21个人，载去188袋切、350袋米、13篮鹿仔肉甲15担树木。有4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载有214个人，载来790捆粗细的竹仔，碟子吼，小碟子，竹仔
399块粗盘仔，10篮又搁381捆的培仔，615包薰草，29担油脂，46包又搁46包又搁70匹的空颜布，2担的线，250担的油，5篮的鞋仔，42篮的面粉，4篮茶米，45罐山西，125担盐，8袋的茶棒，25担的重盘仔，甲3400支蜡条。要阿嘛有接到队长彼得本对卡亚寄来一张批，阮非常欢喜来知影讲，是仔人今仔日趁着好天气，开始咧予牛咱的平尾船奖课好的群，而且已经予去20箱，哎哟，袂歹哦，20箱群哦吼，当拆一箱，含15箱重，所以会当趁偌济4箱半的重。这袂歹哦，这算趁着。即寡群并且已经安全送来厝地，所以各位无机会已经去互好起来。是英男所写，所以英男就写批来答复该队长，命令伊爱谨慎确实来监督迄个已经开始的即个互一寡群的即个工作。顶个月28号派去打狗的迄2个士兵，今仔日转来即个城堡报告讲，顶个月23号有一只船经过遐，白雾消息。11月初6，风甲天气犹原像即几工，含昨昏相像，今仔日阮又搁收到14箱的银，俄罗上帝。厝外还阁有予着23箱的铜，即寡铜含昨昏所予着的，因为欠即个舢板吼，所以拢囥伫个假野遐。11月初7，晴朗的天气，透东风，又搁收到11箱银以及30箱的铜。是今仔日伫咧假野所予着的。迄只大领工船对平湖转来到遮，是顶个月31号出航前往遐的吼。该船长甲伊的官员来报告讲，因是伫平湖的国岛市吼，含各项线拢详细有查过，但是拢无看见阮的船只。11月初8，犹原像即几工的好天，暗时又搁收到3箱银甲36箱铜。除了上述迄寡银以外，今仔日所予着铜只敢有9箱，因为迄寡箱仔拢已经深深待伫咧山里。一个掺水的人吼，掺水夫真恶甲画出来吼，真歹学啦吼。变落迄阵，2号还阁无用伫装糖。快艇 Dromedaris 号也已经来瓦克站叫装好。对新仔沿海有一只篷船来遮入港，坐12个人，载来65担盐甲2瓶黄金。11月初9，还是好天，含前几工相像。今仔日阮又搁收到平底船奖课号所予着的4箱银甲14箱铜。即寡银甲3箱铜是今仔日予起来，因此呢，到现在厝地已经收到对汉尼予起来有52箱银甲80箱铜。52箱银，我来甲算起来，趁偌济钱？我数较歹，但是我计算机伫倒。52箱，伊会当摕3箱银吼，3箱银，啊80箱铜，拄则讲偌济，3分嘛吼，
所以当24伤重。今仔日第二回年挂期，这是趁著饱吼！你想看这，因干那去好好的就，当然工嘛是真够工啦。好，今仔日第二回年挂期做军所负利息笑用的钱含，如挂记录内底所记载的理由，决定要甲因付，要甲还掉。11月10号。避雷船12号已经装好完毕，去停伫个海楼顶，要伫个后日就要出航前往巴达维亚。要暗嘛又搁对假夜受到落伤重，因为迄寡沙的困难吼，含迄寡新仔人的即个疲劳啦吼，所以今仔日敢若学着即寡重。对新仔沿海有2只篷船来遮入港。坐有204个人，再来900包薰草、30担盐、85斤垃圾个油脂、20斤油、50匹空眼布、2000个即个粗制竹仔、2000倒遐，甲100捆个刀管。11月11号，舒适个天气，透北风。今仔日甲要寄去巴达维亚物件，伫个议会呢一托，并且来签名，并且含避雷船12号的主管来施行，以便伊明仔载来出航。经过核对甲原本符合吼，即句话是讲即本日志啦吼，即本日志吼。经过核对甲原本符合。1647年11月11号，伫个热兰遮城 Frederick Skidell 秘书，吼，就是记即本日记的吼。因为到遮即本就结束啊吼。过来咱看11月应该是阁有啦吼，咱看后一篇。好，11月阁有吼。但是记另外一本啊，开头吼。热兰遮报的日志：1647年11月11号到1648年1月9日，吼，这是另外一本，编号是1170吼。热兰遮城报的日记对1647年11月11号开始到1648年正月初9结束。11月11号，舒适的天气，透北风。今仔日。第二回呢，我一托并且签名要寄去巴达维亚物件，即咱拄则读过吼。也含避雷船12号的主管施行，以便伊明仔载出航。暗时啊，队长本就彼得本吼，收到消息讲，今仔日无雨着云，也无雨着重，而且因为大阴吼水中盖，沙土阻碍，将会有一段时间无法度通雨啊吼。11月12号，晴朗的好天气，透北风。早起避雷船12号起艇，及时出港，驶入海上，载着36000外号吨的货物，要航往巴达维亚。快艇 Dromedaries 号装上一部分要载往马拉加，但是大部分要载往 Coromandel 的即个涂炭，要搁去停伫个海楼顶。由快艇 Waterhound 号来挖靠栈桥，要来装上阮的攻击舰队需要的即个物件。对西南沿海有一只篷船来遮入港，坐64个人，载来53包薰草、12罐的山水甲50担盐。11月13。温暖的天气，风如同昨昏对北方吹来。早起看见伊即个港道北方有一只船，无偌久就来港外停泊。有一只篷船对南部的淡水来遮入港，坐10个人，载来100捆的葱仔甲30担的茶。11月14号。
风甲天气如同即几工，昨昏来港外停泊迄只船，今仔日及时入港来停泊是边底船 Hillegarsberg 号，是本国语找字做载着即个 William Verstegen 阁下项字Nagasaki 的，载来34箱银甲738箱铜。今仔日根据前述决议，将几项规定用告示伫个通常的时间甲地点通过并且打出来。譬如讲，禁止载米甲切饯龙鱼仔，或者是其他所在，禁止用氖气来装伫个即个掠落仔的即个机关，也禁止用夜网等等的方法来掠鱼。拍网啦吼，歹势应该讲拍网吼。伊是写侧网，我想讲应该是拍毋着字啦，应该是撒网、撒网吼。禁止用但是台语叫做拍网吼。你若撒网的时阵，台语读拍网。足久无拍网吼，根本袂记得即个词。来，我查一下即个词。毋知有无啦吼，我是较早拢是安尼听人安尼讲。PHA 网是 VANG 第7声吼，网吼网拍网吼，有台语大词典有收拍网，就是甲网抛开吼，这是要安怎读？抛开吼，伊是写华语吼，专门咧掠流或者是乌雕的网吼，叫做拍网吼。这是做动词是做动词嘛，再做名词啦吼。就是你用来拍网的迄种网嘛，叫做拍网吼。转来第2只，倒位？哦，讲禁止几项，禁止载米、载切吉鱼仔，甲其他所在，禁止伫个掠落仔的机关内底装氖气，吼，禁止用拍网的方式掠鱼。除非有渔客不得伫个厝内或者是其他所在有鱼网，吼，袂使有鱼网哦，袂使厝里袂使架鱼网啊吼。而且佫较不得使用渔网吼，也有几项即个关系着商家以及伊的维产的规定，以及遵照总督阁下含同意路议会的命令，鱼仔人所开垦的土地允准家属来继承。为一只高野船航王小琉球载10个人，即敢若载有地床门，11月15号。寒冷的天气，透北风，快艇 Waterhound 号船号运攻击舰队所需要的粮食甲其他的输用品，去停伫个海楼顶。因为该快艇已经准备好会当出航，所以甲详细指令来写予司令官 Dave Rice 的一张批，交予该快艇的主管，含因示行，以便因明仔载出航前往马尼拉。有一只胖船航王片湖。坐47个人，只敢若载地床门。11月16号，袂歹的天气，因为平静无风，快艇 Waterhound 号无法度出港。佮因为上述的快艇以及要航往苏拉特啦，苏拉特 Coromandel 和即个东京的船只出航以后，还佫有3只船留落来要航往巴达米亚较闪落的，就是Berghound 号、Sandy 号甲 Hillegarsberg 号。而目前并无糖或者是其他会当载去巴达米亚的物件。
因此议会就决议讲要派边队船 Healy-Garsbridge 号和 Sandy 号去 Single Judges 附近来巡阅。这毋知啥物所在啦吼。然后载着暹罗的茶甲米去巴达维亚，并将会伫做军内早应该有的指令出航，只留下 Berkhunt 号担遮，作为最后一帮船。无意外吼，若无意外啦，伫3月15号直接航往巴达维亚。11月17号。今仔日快艇 Waterhound 号趁着东北风及时出港。Waterhound 其实我尽量拢读 Waterhound 吼 ，Water W-A-T-E-R。但是我知影荷兰语的即个 W 是发音是 V 拿 V 的吼 Waterhound 号趁着东北风及时出港，继续驶去海上，要航往马尼拉，要航往苏拉特甲即个科罗曼多的船呢，含其他的船，因为要出航的时间拢已经接近，所以也拢无用咧装号，以便来派往各自的即个目的地。有2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载有63个人，载去122篮的鹿仔肉、12篮的蚵仔、78篮的大鱼、7捆沙鱼、8篮目鱼，就目蚱啦吼，200担的树木甲22篮的藤。11月18号、19号、20号、21号，也是好天风对大部分对北方吹来，北方甲东北方吹来。今仔日已经将黄金装上要航往苏拉特甲即个科罗曼多的船顶，就是边队船 Conic David 号和快艇 Dromedaris 号。因为即寡船已经完全准备好会当出航，所以甲要寄去该地区的书信伫咧议会呢一读签名了后，将详细指令交互该船的主管，并且含因实行，以便因明仔载出航。愿上帝保庇。有2只高野船对丹角来遮入港，坐11个人。再来2700吨茶帮，有1只高野船对南部的淡水来遮入港。再来150担的茶，含14担的大鱼，坐12个西南人。剩5分钟吼。11月22号，舒适的天气，恬静无风，载去 David 号和 Dromedaris 号起定。经过即个城堡无偌远，迄时因为无风，所以袂当出港。对西南沿海有1只篷船来遮入港，坐34个人，载有50担盐甲一寡杂物。也有1只篷船对平湖来到遮，坐有26个西南人，载有4只牛甲7只猪。今仔日规工伫咧法务议会呢处理几桩犯罪案件和民事案件。即个写日记的人，应该是伊咧即句话是咧讲伊啦吼。我咧有啦吼。11月23。好天风大部分对北方吹来，要航往苏拉特甲即个科罗曼多的船，就趁着风搁再用帆起定，及时出港，继续驶出阮的世界。迄只要航往科罗曼多的船，载有915万外毫吨的即个货物。迄寡货物除了约1073担的铜以外，就拢是黄金咯。伫咧行到马六甲以前，黄金平均分装伫咧迄2只船呢。而迄只要航往苏拉特的船，就是 Conic David 号，是载有38000外毫吨的货物，所载货物大部分含舰车、烧箱。
有3只帆船航往西南沿海，就有102个人载起下日的货物655担苏木、20捆的藤、40刀的穗、54捆的鹿骨、45篮鱼、1刀木材仔、17刀又搁4担丁香、120篮的鹿仔肉、2刀福尔摩沙的豆仔、50斤糖精、2篮的奇兰木、1担胡椒、2捆沙鱼、5担牛皮。因为啥人山衰地狗的帆船将会伫咧明仔载或者是后日出航，前往巴达维亚。所以秘书处无用你准备要送往巴达维亚的物件，也甲要交互航往暹罗的船的物件同齐准备好。时间剩无到2分钟，我看觅啊，最后一篇。即篇较长一撮啦，我就无爱阁读啊吼。咱后回再来读，后回是当时，后回明仔载吼。拄好读到遮，咱小可爱困。我看一下笔记。牛接接吻吼，迄个接。天龙兄数学课免计算机，大约我知影吼。过来，8月2拍网，3年老的笔记吼。拍网8月24日发拍网。日文是阿米乌吉，乌吉阿米，乌吉阿米，阿米乌吉。縦干しに類しもっぱらぼら。好，安尼到遮，即著是干那。到遮尔吼，好，多谢大家吼，来关房。